如果而家讀緊嘅書或者做緊嘅嘢並唔係我未來想做嘅嘢，咁而家我繼續做係咪浪費緊生命呢？討論係咪浪費生命之前，個問題其實都係得兩個選項。第一就係繼續啦，第二就 quit。好似我咁樣揀咗要繼續做啊，咁你就好容易咧，經常問自己啲好簡單嘅問題，例如我喺度做乜撚嘢啦，我喺度點解出現咗喺呢度啦？Why？呢啲簡單嘅問題咧，經常都會喺你腦袋入面纏繞住你嘅，所以你要做好一個心理準備。當你問自己一啲簡單嘅問題，我係點解出現喺呢度啊？點解我做緊呢個？我唔想做喎，將來嘅嘢，但係我仲做緊喎嘅時候咧，每日都要去提醒自己點解選擇留低嘅原因啊。如果你係花大多數嘅時間喺度諗啊，點解我喺度做呢樣嘢？呢啲簡單問題咧，先至真正地浪費你嘅生命啊！